各种农村地包的物产，总係不是应变，它摆适应风土条件，滋养出特有的风味。它把配合市场变通，寻新的出路。它把因为环境概念转变，重新建立人跟土地的关系。头摆係水田、茶园。也係檳榔，未來會係乜嘅？平陽嘅檳榔樹，一頭一頭對面前生到山腳下；矮山嘅檳榔樹，一頭一頭對腳下。北上演講，台灣檳榔嘅產業是本人看作經濟奇蹟，產出囤種嘅面積相比無嘅少，本人按照數單嘅綠金。要这个时候才有利润啦，你就好像。没有自产自销，根本都没有利润，我们只是在这边休息而已。现在槟榔的比较少人在吃的啦。檳榔的种植面积差唔多有4萬公頃，不過發達嘅檳榔產業也帶來千得人數嘅促進健康同水土保持嘅正義，一條正義帶起檳榔人專作嘅討論。可以唔會做啊，跟做落去現場，我哋做起做到嗰行人都開始做嘅，冇可能放棄啊！唔知捱長嘅機器半啊，前天數行我冇再繼續做半嘅話，錢咁我唔來。佢咪講叫咩同事半嚟，聽嗰啲錢半嚟咧。反正台灣都自由買賣，貨價，東西少嘅時間就貨價，東西多嘅時間就折合，不符合經濟效益。在大量種檳榔嘅地區，勇敢去吃嘅農民因錢出路，簽到副茶、咖啡、可可同檳榔交辦，也就過咗解決嘅問題嘅同時，也帶出土地豐富嘅韻味。唱起牛羊干，又唱起烏糖，面是友善、盤實、溫柔回甘，又唱同好朋友對話。
1999年9月21日，南投嘅9分醫生第一場突然間嘅鐵同地杯病踢，為200公頃嘅冰山面積，跟千多嘅人死活埋喺地杯，有一條咖啡樹對冰山嘅土地生出來，本人看作係在喺重山嘅象徵。其实我们921之前，我们就想要来转型了，因为毕竟这个槟榔这个产业，就也背负了太多的一个不好的这一些名称，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想说想要转型可是你要转型的话也谈很容易，所以刚刚好921的那一段时间过了以后，我们在灾区那里发现了一棵咖啡树，然后就回家跟爸爸讨论了以后。然后突然爸爸就蹦出一句话说：“莫非这个是不是老天爷的一个指示？”連年強嘅家畜來自嘉義，阿太太來到南投山區開始種檳榔。台北嘅檳榔大王轉身投入咖啡產業，希望咖啡做嚟成為台灣檳榔綠金嘅護金。透過檳榔樹形成嘅半雜音條件，咖啡順利成長。摘咖啡頭係一項千費工嘅勢頭，而且摘嘅咖啡樹地杯認真線，喺成熟嘅階段間高枝摘下來。這階段用一深厚嘅藍莓、米粒，又會用樹摘。咖啡嘅品種幾多，睇啲分做阿拉比卡同羅布斯塔。阿拉比卡做嚟做精品咖啡，羅布斯塔大部分拿嚟做食品加工，其中嘅差別係個人對風味嘅喜好。好像我手上这一颗就是10分红的咖啡鲜果这个也叫咖啡樱桃果。它其实里面的这个肉是可以吃的，它就是野生动物的一个食物。把它挤出来，然后把这个果荚就是吃下去，像我们在啃这个龙眼干一样，慢慢的把它啃食，你会发现说它的果荚很甜。帶有果香、花香嘅咖啡最受人歡迎，一條上到仲可以拍嘅咖啡頭，經過氣溫嘅鍛煉，有香濃嘅滋味。现在这个是 SL34，这一支品种现在是我们台湾的主力品种，因为这一支咖啡豆它的风味很迷人，酸质很细致，然后甜感很高。一粒一粒由檳榔用心照顧嘅咖啡果。還要經過漫長嘅加工，才做得成為咖啡頭。富茶油連接我嘅童年，我阿婆、阿妹同台灣人嘅習題民俗療法，一直到後生嘅下，還不是有人開單，大家小巷喊定麻油、富茶油。
日本时代初期移入到台湾中，在适合生长的矮山派种慢慢，喺山区人家创业嘅油品来源，睇到山坡地持续开发，富察树拔起水土保持嘅责任，台湾槟榔树大量种到山区。也下讲究养生健康，富察树产出嘅富察油，变做个有营养又健康嘅保养品。此时对台南晒过峨眉嘅利用钳，喺一片黑藏嘅土地上，练嘅火罗花、黑花两种花。面对都市地步嘅花蜡逼迫，后生嘅伊全无技巧，乜嘅要失落在，一切都使得出猖狂。到我袂走吼，有乜嘅东西先买东西啦，你那都有些啦，都市保守好咧。cái钱又传导到身体上坏起咧，所以我会将来种了苦茶油，还有了到农民他家穷下来做，因为呢苦茶油系全台湾、全世界最好嘅油。平以后，学到嘅利用钳开始注意来到饭桌行嘅生活，退休离开都市，回到乡下，寻多种同私人相处嘅乐趣。钓鱼嘅、上一甲嘅、下摆行肉，培养自家嘅自由吃菜。这样清淡的啊。利用钳对食物嘅关心，让你峨眉地区睇出嘅富察。总讲米出菜又要用到油，无好油，我让我炒出一盘好菜。洗车总会记下公頃嘅富察树，搬一搬过后，就打字打到扎扎。富察园嘅菜树，爱靠大量嘅人工，喺地方上一年一百嘅太师。洗车剥开表皮，一粒一粒嘅富察园，从你哋用嘅变到好地步。都熟了，你看它都变黄变咖啡色了，哦，有点咖啡色出来。种富察树要5年，漳州嘅树神，要靠人工收草、摘果、米白嘅路通，留下嘅係腰強背雕。树神過後，富察油要起來嘅，係峨眉嘅農民最少嘅。順便農民同自家嘅煩惱，開個機械工廠嘅利用钳，順勢衝出江湖。中山一間現代醬油工廠，1806年喺峨眉赤科山成立。喺台灣做得出產30里的富察油最有規模嘅工廠。採收下來嘅富察鹽，對冷凍庫拿出來曬日頭，準備醬油。
副茶油主要分做南尖同一尖。南尖出嘅副茶油保有副茶汁嘅黏味，适合养生生食。一尖因为加热到100度，带有浓浓嘅硬果味丝，增加炒菜嘅风味。油茶工坊嘅成立，改善嘅地方少农，为咗giảm油依赖奔波嘅麻烦。因为giảm油品质优良稳定，等到上千多人对研发来。烤茄粒係濃情蜜意嘅食物，而同荷爾蒙同時存在。特別大家對客家嘅刻板印象係有一些古怪。作為項出名物產，日本對印尼引進釀成南美洲嘅可可樹，因為可可樹生到高溫多濕嘅環境。所以陷到屏東中，打開嘅台灣種可可亞嘅歷史。唔過種可可亞也不過係殖民政府嘅多項試驗之一，也就來到台灣水土不服嘅熱帶作物冇發展起來。20年代，客戶重開，加上繁殖技術發展，可可樹慢慢的落地生根，生出自家嘅樣誒。利用檳榔園辦雜役嘅特性，農民喺檳榔樹嘅枝頭下種嘅可可樹，希望可可產業做嚟帶來新嘅奇蹟。順着路行。唔係喺看得到幾片嘅檳榔樹，一路上到太湖山腳下。唔過聽到個個樹一頭一頭種，天然景色當時點點嘅改變。風采過後，可可亞山龜差唔多會熟嚟。做嚟做幾百件可可亞嘅火茶，見邊日請少少做嘅兒童。用我冇像平時樣嘅，間可可啊，受到孝順義一家人開嘅烤茄啲工廠，後生做嘅加工販賣，出交本後生嘅。酸鹼稱涼，貼不會蛋糕下下8切，不多不少，記錄彼此嘅關係。这就是月啊，好漂亮，很漂亮。而且这个果实算是最刚好的 size 啊。就这种啊，就这种啊，对啊，这种的质量幾多大咧？嗯。什麼？可可嘅殼磨酸硬，後嘴人拿出嘢一烤。腸胃避開嘅生，做咗判斷果子有健康冇。條表係去學教嘅冇嘢，外邊亂烤，學避開，怕搶嘅肉走出來。沒有跟你說就好。怕搶嘅肉從屋體生出嘅蓮花，全部輸到污染，帶流嘅外殼。包得肉香甜嘅味絲，走到空氣裡邊，一來又黑。要主要如發霉啊，發霉同發芽的啊，上來的那種發霉的，它整個黑掉了，這種我們就會直接淘汰啊。有的會吼，如按你規個按你生出來，這種俺哋攏會淘汰啊。
啊，这个会影响到我们发酵的品质啊，所以我们这叫昆豆在破果的过程中，昆豆啊能够直接丢掉啊。哪一个？那一个。也係一般人唔是看過嘅可可呀，同加工完成嘅可可轉比起來，看唔出關係。用樹枝強強熱，一直到基本拍屑屑，也有時有合適嘅用嘅，但將啲發酵前看得到。試過鐵桶，也試過塑膠桶，提辦室外嘅發酵間，用保溫效果好嘅樹桶嘅發酵過溫天。可可果然吸到4個樹桶地位發酵，發酵係產生蜂蜜嘅關鍵過程。其實塑膠桶跟白鐵是不 OK 的，是因為白鐵它導熱太快了，那冷發酵它其實需要保持溫度這樣，所以我們最後選擇用木箱去做發酵，它的保溫效果會比較好。另外是塑膠的部分，係因為塑膠桶它會變得因為濕到塑膠的，會釋出一些塑膠的不好的元素在裡面。像我們這種半露天的這種環境是，它每一次的發酵可能都會有些許的不一樣。比如說像現在頂加肉液它的濕度提高之後，它的發酵過程可能它的風味上就會有一些的轉變。將兩儀燈走水，留下嘅糖分變咗酵母嘅養分，轉化出食材特殊嘅味絲。減點芭蕉葉隔開門呢團空氣，本時間慢慢地做細。發酵後嘅可可啊，既然係可可石，再經過一條篩，想留下可可果然就別嘅體態。那日曬其實以馬係屬於一個慢性的發酵啦，因為它不會馬上乾燥，所以其實我們曬差不多都是5到10天的時間。那也會因為天氣嘅問題，所以就會去斟酌說，它的乾燥程度去判別這樣。我們日曬的時間，其實我們還會做一個動作，就是我們會把像扁扁的這種把它挑掉。那我們大概就是曬到它的水分含量7.8以下，我們會有一個設備去測量，說它水分含量7.8以下之後，人會屬於來做保存。南部10日嘅天時，初冬嘅日頭下。喺太湖山下，日曬灼身。這條慢前開始，淡淡嘅可可果酸味，流體咗巧克力嘅酒身。我講療燒法嘅研究，最失望失利我，無限同大家用療燒法打招呼。20公斤嘅可可頭送入滾筒，爐溫慢慢地起到白土，佢係辣素，唔過係保留高香嘅溫度。行體嘅訓練冇輕鬆，可可啊，佢再冇點嘅滾筒地位延長，一點鐘冇好料。一直到水分找到差唔多。
完整嘅可可叶皮脱去外壳，留下破碎嘅身体。所施嘅硬果米是上宜嘅热带水果，停顿加工过程，浸入米上，引来引流。油脂、果仁沾到奶，变做可可阿膏。天盐熟嘅加工期调温煮母，可可啊变做油顺，变做扁泡，总算对果子变做俺哋所施嘅用诶。俺哋习惯路边买嘅可可啊，纯可可啊产品吃起来有想象唔到嘅效果，人低酸低苦唔低甜，人哋常温下杯會溶鐵，是要冷藏。也口感绵密，還個唇齒留香。梧桐變到有可可亞嘅身體地位，本身冇甜味嘅可可亞，透過糖所本好食甜嘅人。洛神花配落到橙色嘅奶油香，為熱帶嘅果子帶來寒甜嘅消息。海鹽經過鋼嘅摘沙，鹽爛拉到，將體現豐富嘅果香提出來。平常嘅可可啊，切家種，切家加工，還可以切家賣，身體都翻咗個最短期裏。雖然表現濃密嘅創造力，唔過另外一方面也說明可可產業嘅困難。這邊會有，這裡會有，這裡還有，這樣，這邊是吊燈，哦，那邊是吊燈。從種開始，要投入生產加工，也還接觸密集嘅料理製作。每一個部分又係大量嘅專業知識，每一項又係挑戰，也係孝順而面對嘅，也係平常可可嘅產業當地面對嘅。日本時代咖啡樹對巴西引入，打開台灣種咖啡嘅歷史。戰後，台灣嘅咖啡沒落，同時也見人咖啡嘅風潮，正跳上舞台。講到處理嘅方法，咖啡嘅知識就一致複雜。熱曬、水洗嘅處理法係基本，創作嘅風味各自不同。熱曬是要熱頭，乾好天脫水發酵，要曬2日到30日，才做得吸收山拿嘅精華。黐黐嘅咖啡果，白係外皮。拍嫩中型嘅蘿蔔係包一層膠，用水洗過，將於乾嘅發酵，愛費嘅功夫相對高少。水洗的過程，然後它是一個密度篩最重要的是它把密度比較好的是往水下沉，然後不好的它浮上來。那我們把這一些不好的把它撈掉了以後，然後就經過發酵。發酵過嘅咖啡豆
科技去说，脱水烘造过后，出做了长久保存。丰润嘅咖啡果，经过种植、加工、烘焙，变做米线名人嘅咖啡，甚至拿可以得奖。林人兼两公婆用一条龙生产嘅方式，证明咖啡嘅价值。浓厚嘅烘豆机，一摆做得囤落3-5公斤嘅咖啡豆。磨米时嘅上头嘅冰一批，提温度变磨停，等时间推演，产生阴来阴沉。中硬度嘅水化作蒸汽，敞开细胞壁，发出脆脆嘅声。打开土香嘅粗茶，确认皮公度係慢慢可可硬果嘅酥味味。对种落、发酵到烘焙，咖啡豆伫腐臭技术同风土条件都养成。最尾还会经过咖啡师嘅重组，当做的捏鼻。我们现在台湾主力品种是 SL34，这支品种很厉害它除了这个酸质、甜感、风味都很棒以外，它还不会选环境。对，那铁皮卡的话，它就是早期你如果说中正海拔不够高的地方的话，它就比较容易产生一个木质的调性。当进入到第4名的时候，分数已经高达90分了。那想不到宣布第2名的时候，成绩是高达91.31，直接就宣布是 SL34，真的是吓坏了。一条咖啡树，换一条槟榔树，男体个三家悄悄地练着温板缩结嘅身体。实体有名猪脚店做过中葡式嘅虾煎鸭，这个可以一件无吹蛋嘅料理传统。老公就是做餐饮业的，但是因为他工作量太大，手痛啊、职业病啊这样啊，然后所以后来他就说，思考要想说，就不想要待在原本上班的地方。那我就说，那不然就我们自己地自己盖好了。无吹蛋嘅好处，就係做得發揮創意，順應天時、食材、心情嘅變化。尤其是可可鴨，有種新嘅食材。今天的这个可可内囊挖起来很过瘾。比较熟的这种，它就可以清蒸鱼可以用到，对不对？甜味也比较多啊。清蒸鱼可以。我们的熟客来吃饭，然后他是种可可的，对，他说：“老板娘，你可不可以就是把可可入菜？”然后我说：“可可入菜，可可我想的就是巧克力呀，对，巧克力就是加咖喱可以啊，加其他的我就觉得就甜点嘛，其他我想不到。”經常用嘅咖喱粉，米絲豐富嘅咖喱塊，搭配基本嘅馬鈴薯、蘿蔔、太葱頭，做出燒漉漉嘅咖喱。邊落一粒烤茄粒，
浓情蜜意花菜心。酸甜的可可鸭肉是期间寒天的好美食。在离开果园之后，在融化变色之前，用香菜果汁搓带，搭配酸甜泰式酱，简单表现。其实当初跟老公在讲这一块的时候，他抗拒，他是不大能接受。但我觉得说，我们创新很重要。入菜嗰種是比較困難的啦，但是慢慢的了解伊啊果汁的東西，講嗰所謂做廚師的經驗，帶通嚟嘅人嘅想法，然後所看咯，做完恰到好食咯。先用温油將可可鴨仁先把炸過。本温度帶出果酸，再用有可可鴨香味嘅油炸入過嘅肉，完全發揮可可鴨嘅功能。起猛火炸過嘅食材同配頭，做一出有熱帶風味嘅김醬肉絲。因為可可豆同可可碎粒同可可碎片，有完全性質都唔一樣，所以講之前要做嘢料就是一定要打。那要提升伊啊，嗰樣嘅果酸味出來，伊啊香氣，或者搭配食材。去生產可可鴨嘅過程度，過學地步嘅農一般冇人愛。不過對中埔市嚟講，全部市內底嘅可可鴨農當然挑唔得。那人係攞地步嘅肉，然後醃製，然後讓它散發它們的果酸出來。各位有經過我哋嘅酥炸粉。調配好，然後下去炸。濃雖然冇明顯嘅味絲，不過食起來軟軟，過分炸出蔬菜嘅香，搭配可可鴨胡椒粉，應該做得貼炸嘅鹽酥雞世界出眾。創意料理行多樣，除了華麗嘅表演，可可鴨也做得有質樸嘅表現。白油松酥要有功夫，也要精準控制麵條嘅口度，切是蔥嘅同蒜頭，古早味嘅可可鴨麵，四國嘅生粉同美國嘅壽司，跟異國嘅食材。變做家常嘅料理。冇印象喺度，黃樹仁同彭樹林喺西族本山那河壩天橋包圍嘅插口山，建一間富茶油主題餐廳。黃樹仁是喺富茶油產銷班嘅班長，彭樹林係一個家庭主婦，唔係退休嘅人，喺落伍嘅土地上展開全新嘅事業。原則上，彭樹林做行政主廚，黃樹仁係負責茶水招待嘅神羅。神羅兼並人遠長，無辜負退休生活嘅暢快。康從體驗時，除睇粗牙齒洗面，就係點出爐火，撒下來行入工坊。
就从拿出面粉，并入机器，倒入烤好嘅鸡唇，把面团建做软软嘅样式。炉火温度慢慢的提高，升到出的引切，切面韩国嘅硬果。为面团煎皮，切天火，点点的等发酵。我是提给苦茶油产销半种，我面包哈，比如我吐司啦哈，还有张木嘛，我底部是过到个苦茶油，哈，一方面做得好脱木，一方面叫苦茶油的香味，过了叫苦茶油的健康嘅因素的底部因子的底部咧。在切架机下。铺一层通感浆，佮將伊建做針頭嘅樣式。黃樹賢出產挖嘅幾多，嫩嫩嘅麵包看起來變那都油得會惡。面包入入團練，黃樹賢就做得起水動入味。等面包烘好嘅時間，行政太廚佢做下開始磨หั่，做下現有嘅食材。又會夾得到苦茶油嘅優雅尊貴。19年前做了了頭嘅時節，剛開始做春湯嘅些接觸到嘅苦茶油啊吼，因為長用苦茶油料理，佢個油嘅香氣不一樣，淡淡的茶香。鑊度嘅油少嘅，切開嘅面腸落鑊。煸出香味，就放到薑絲辣椒大火炒。回身滾過苦茶油，包一層順滑嘅口感。最後落頭油，釀健結，一出茶油薑絲在太長，行政主廚殺數完工。唔可以比條嘅樣式，傳統嘅薑絲在太長，清爽轉鹹。愛食到苦茶油鐵油嘅味絲，鹽上係最好嘅平台。漢堡菇切到泡泡，濕酥冰涼，全嘅全高本苦茶油。鹽絲、蔥嘅、蒜頭、辣椒，點也有地杯滋滋滾，將漢盤太熱嘅一上，燒碌碌嘅苦茶油。跟漢堡菇連出絲鮮嘅香味，唔啲係苦茶油做漢堡菇背景，也係漢堡菇做茶油嘅背景。苦茶油落去乾，新鮮鴨唇，也係家常，也係菜地嘅美食。善用地方食材嘅行政主廚，最好用來自本莊、使用自然農法生產嘅食材。像嘅鴨唇
就要派神路去500工厂以外的农场拿回来嘅食材。拄好，透过演出简单嘅料理，表现出食材嘅风味。时间纷纷的，对食材之间流过，做下嘅冻煮船准备好势，萝卜面包也出炉诶。神落几多船汤，担起最重要嘅工作，将面包切成一孔一孔，本盐是爱来嘅迎合。槟榔产业嘅转型系现在进行。担起蔬果安全嘅责任，担起农民嘅经济收入，也担起好米食嘅创造。副茶油、靠克力、咖啡来到市场上，有各自嘅课题。高春新对联，聪明调教满山遍，精密做饭瓜子紧，养成故意后思甜，立卡。梦中树相连，寒甜寒爱。